冇成日同 Coco 講話係想喺珠海揾一套大平層啦，你睇下呢套325平方嘅大平層啱唔啱你啊？廳位嘅開間咧都係去到6.2米噶，坐喺廳位呢度咧就可以直視望到我哋嘅人工島，以及於港珠澳大橋，可以同埋我哋嘅城市景觀啦。夜景嘅時候咧仲更加正啊！屋苑隔籬咧就係我哋嘅白蓮洞公園，閒時嘅時候咧就可以落去散下步、遛下狗啦。325平方咧，佢係一共做咗5間房、2個套間嘅，以及於一個保姆間啦。嗱，佢係有雙露台嘅，前露台就係睇我哋嘅珠海市中心嘅景觀啦，後露台咧就係睇我哋嘅石景山山景啦。冇錯，呢套屋苑咧就係前靠海，後背靠山啦，係咪非常之正啊？呢度咧係現樓精裝交付噶，呢度嘅精裝交付咧唔係一般嘅精裝交付啊，係私人定制嘅精裝交付，可以按照自己嘅風格，開發商幫你直接裝好俾到各位街坊嘅。咁呢度屋苑咧出發翻去到我哋嘅人工島以及於港珠澳大橋咧，大約嘅時間咧就係10分鐘左右咋。以及於喺呢度屋苑咧去到周邊嘅大型嘅商超啊，以及於話去到我哋拱北咧揸車都係大約10分鐘嘅時間啦。各位街坊講都講到呢度啦，係咪心喐喐想知道呢套屋苑大概係幾多錢呢？評論區留言3個6，我發詳細資料俾你。